这届风台的风哦是真透，中华有2个查甫人从透早骑奥多摆，经过陕西乡的沿海路的时，等伫路边的碰撞哦，雄雄呼呼升起来。骑车的2个查甫人是去累残，一个是无喘气心跳，目前搁抢救哦。另外，坐伫奥多摆后壁的人哦嘛受伤。另外，伫南投立华潭一个大型的水上工作平台，锁啊嘛风扇倒，这个平台哦嘛险啊去弄着船只。救护车赶到现场，竟然卡进伤者的状况。其中一个伤者也是清楚只有轻伤，不过另外一个伤势严重，失去喘气甲心跳，分别指数只有3。立即前往评估之后，发现他没有生命征象，没有呼吸脉搏，立即实施 CPR。5号凌晨5点左右，当时小片风台风势当强，2个男子当时骑奥多摆相载，经过中华陕西乡沿海路的时阵，疑似无注意到路中已经有被强风吹起来碰撞，机车弄掉了后，2个人双双倒伫涂骹。该逃亡床垫是废置在这个废弃工厂的空地上哦。那因为这个台风来袭造成这个床垫遭这个强风吹到这个路中哦。我也压抑说，一个床垫怎么会四处乱飞？详细事故原因，警方佫进一步调查。不过碰撞是安怎来的？工团负责人甲厝边啊是拢有家己的讲法。东西他放怎么可能是我的责任？那是他的。原本就伫遐，中国的风台就伫遐。至于南投立华潭5号嘛，因为真强的风势，一座水上工作平台被强风吹断歪索，一度为月牙湾来吹到潭中的水线码头附近，也嘛弄到观光船。针对如果有强风警报的话，施工厂商的一个水上施工平台跟各个船家工会能够加强游艇的一个固定。日管处表示，这个作业平台是时间枪声所有，被强风吹到湖面是真罕有发生的代志，已经将枪声拖转去，加在无造成进一步伤害。记者中华南投采访报道。